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做 Henry，歡迎你嚟到呢個我新成立嘅 YouTube 頻道。呢個係用廣東話關於單車嘅頻道，或者喺呢度我就先做一個短短嘅自我介紹先啦。我係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，多年前我已經係定居移民咗嚟美國。當然我係一個單車嘅愛好者，我接觸咗 mountain biking 已經一段好長嘅時間。喺幾年前，因為一次嘅意外，我跌傷咗我嘅右手。經過一段好長嘅康復時間，最後基於真係個人嘅安全嘅考慮同埋家人嘅擔憂，我決定放棄咗踩 mountain biking。大概喺21年年尾疫情嘅期間，有一日我朋友走嚟問我：喂 Henry，你會唔會想試下踩公路車 road bike 啊？哇！我一踩咗之後，我簡直係愛上咗呢樣嘅運動。以前踩 mountain bike 好講求衝落山嗰種嘅刺激感同埋嗰種嘅快感，而公路車真係可以帶俾我完全唔一樣嘅感受。當然我可以踩住個單車去上山，我又可以踩住個單車去繁華嘅都市，我又可以踩個單車去海邊。而我自己最鍾意嘅就係踩住個單車去嗰啲郊區小鎮，去到嗰啲地方冇乜人冇乜車，好寧靜嘅環境，帶俾我真係好舒服嘅感受。而且我一路踩住個單車，我可以欣賞周圍嘅建築物同埋風景。踩到攰嘅時候，我就可以揾一間 cafe 坐低，叫杯咖啡，嗌少少糕點，同啲朋友一路傾下偈，吹下水，真係完全唔一樣嘅感受。或者你可能會問我：咦 Henry，你都踩咗公路車一段時間啦，點解突然間又會想開一個 YouTube channel 呢？事緣就係最近我入手咗呢一個係啦 Insta 嘅360 Go Ultra。當然啦，我以前踩單車嘅時候都會用我嘅手機去記錄一啲嘅短片同埋相片。但係最近呢一年，我慢慢發覺我身邊嘅車友，佢哋身上掛住一個細細嘅相機，佢哋可以錄到一啲用第一身視角影出嚟嘅片段。我睇咗之後都覺得幾得意，跟住我自己又喺度諗：咦，其實我都想記錄低我平時踩單車嘅情況。就正如好似我呢個 channel 名一樣 ，Henry 嘅單車誌。我想記錄低我每次踩單車嘅時候，我遇到嘅人同埋事，而且我定期都會參加當地所舉辦嘅單車活動。呢啲一一嘅事情，我都想記錄落嚟。我相信日後當我回憶返呢啲嘅片段，都會成為我珍貴嘅回憶。而且我相信透過 YouTube 呢個嘅平台，我可以同其他單車愛好者分享返喺美國南加州踩單車嘅一啲嘅情況。我可以話俾佢哋知附近有啲咩靚嘅地方，或者我遇到嘅一啲有趣嘅事情，甚至係我參加單車活動嘅一啲嘅狀況，我都可以同佢哋一一嘅分享。喺呢度我都想俾大家知道，我自己有一份嘅 full-time job， 我亦都冇意思轉做一個 full-time 嘅 YouTuber， 所以喺器材上邊、錄製嘅上邊，甚至後期嘅製作上邊，我都唔可以同其他 full-time 嘅 YouTuber 去做比較，因為第一，我真係冇咁多嘅時間去做後製剪片；第二，我自己亦都冇咁嘅技能技術去做一啲好 professional 嘅影片出嚟。呢個亦都唔係我當初成立呢個 YouTube 頻道嘅初衷。我本着一個真係好單純嘅心，想記錄一啲我出去踩單車嘅時候嘅片段畫面，作為我自己嘅回憶，同埋同大家一齊去分享。好啦，或者今日講住咁多先啦。有興趣嘅朋友，歡迎你訂閱我 YouTube 嘅頻道，同埋關注我 Strava 嘅 profile。盼望喺不久嘅將來，我就有第一條嘅影片再同大家見面。拜拜。